咱2点正式开始吼。2点正式开始着。哦好。我相信陆陆续续吼，会有人一直来啦。以咱办这活动的经验，一定拢是安尼吼，对于咱个欢乐。今仔来吼，大家拢是足有福气的吼，因为即个题目是咱较清楚的即个天文吼。咱除了看到天气月亮以外，其他个足侪吼，咱人有限的生命当中毋捌啦。今仔拄好有即个机会，咱就即个蔡老师吼来甲咱小解。2点时间正式开始，咱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大乐会线顶的即个讲座。敢是甲你迄个荧幕开开，咱大家互相拍一下招呼者，好无？哦，来小招呼一下哦。咱甲咱的荧幕打开吼，咱小可来认捌一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代表大乐会吼，我叫叶心。我即甲你看来，感觉台对个我诶。多谢你，我嘛毋知影咧。关系好，来。咱因为迄个疫情的关系吼，所以咱在这线顶嘛，因为安尼咱无迄种迄个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咱嘛有迄个海内外的朋友拢会当来参加。你什么人的麦克风安尼叽叽叫？我老师敢是你先把你的麦克风关起来。好，安尼对，好因为咱今仔个讲座吼，是由咱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迄个天文所的博士蔡安利博士要来甲咱分享即个火星甲火星文的对话，就是讲火星顶面敢是有生命最近上冲的即个火星的探测的任务是啥物货？佫有啥物货住伫迄个火星顶面？甚至咱蔡博士、蔡老师吼，伊嘛伫面册有一个逐工一北天文图，这是受 NASA。正式授权用台语来放送的一个节目咱若事后有兴趣的，拢会当追踪等下拢一请咱迄个蔡老师来小解即摆我就先小解我吼，我是大乐会第11届的秘书，我叫做洪玉心台湾罗马字协会咱的宗旨就是以即个白话字用白话字来做咱的文字吼认捌台湾即个土地。逐工所办的活动有即个28个台语诗歌节，就是用台语来念即个诗来纪念咱台湾的精英。5月份有即个罗马字文化节，要讲迄个9月罗马字即个9月公报社的第1台印刷机顶传教士来台湾遮影遮，这拢是属于大乐会咧做的工课。hiệu纸有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囡仔营。甲即个高中营以及咱今仔日的即个台湾学所以毋管你是第1摆来的朋友，还是持续关心咱台语文化遮的朋友吼，咱有共同的共识，就是为着咱台湾本土的意识，要来了解咱建国的目标。咱今仔日吼要邀请一个特别来宾，就是即个台湾学的幕后即个吹哨的催生者。就是咱进前大乐会秘书长，就是咱的金花老师。金花老师是毋是甲咱讲几句话？好，大家好，哇，看到恁甲我拍扑感谢大家吼，足欢喜的。其实这个大乐会吼，真正是会使讲是我的再生的一个环境吼，会推动的所在啦吼。我是陈金花，我担任大乐会秘书长3届，就是6冬吼。伫这6冬当中，我就是遵照咱这个会的宗旨，甲这个白话字的地位文字化安尼来吹哨。捌文字只是一个基骨安尼尔吼，嘛是爱来到文学啦吼，加一寡台湾学吼种的人脉知识啦吼，所以我就用这个课程吼，就是台湾学这个课程甲已经会晓罗马字的人，请因搁再来上这类的课程安尼啦吼。所以迄阵就是想讲开课一寡困难啦，但是嘛拢直直甲伊克服吼，到当有安尼用这个较现代的方式吼，会当个真正足欢喜的吼。
今仔日我是代表我的阮协会理事长吼，阮的今摆理事长嘛是阮创会理事长张福竹，我的老师，今仔袂当讲，所以我是代表大陆会，我嘛是大陆会常务理事，吼，所以伫遮嘛是用一个少台湾话的心，而且去吹杀运动者的心情来安尼甲大家讲吼，会当听到今仔日蔡安丽老师吼，哇，这我真正。听到阮兜的少年啊吼，伊讲逐工拢爱看，而且伊是用迄来看白话字，甲教育部字，甲汉落安尼对照，哇，这个已经影响到足侪少年啊吼，所以我真想讲会当今仔日会当来听蔡安丽教授蔡安丽老师来甲咱用这个方式催促的理念，甲安那甲这个知识结合，少年会当来参与嘿。真正足期待吼，好，安尼咱就莫占老师的时间，咱交互咱秘书长，佮再来继续主持。好，谢谢金华老师。好，咱即摆就用即个上欢喜，上青，而且咱佫有一点仔无介清楚，到底即个火星是啥物货，咱就用即个议题交互咱的蔡安丽老师，欢迎老师。大家好。嘿，好。安尼我就直接开始哦。嘿，对。安尼有看到吼？有。好，安尼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先感谢，就是台湾罗马字协会邀请我来讲这个题目。今仔要讲的题目就是火星甲火星文的对话嘛。当然，阮即摆要讲火星文，其实就是意思是讲咧讲火星相关的文章啦，是这个意思。OK 因为我毋知影讲今仔来讲的，今仔来听的人到底是啥物款的背景，可能大部分拢是对台语较有了解，所以我则就这边就快速讲过去就好啊。就是主要是讲，台语文几种，就是大家可能大部分拢知影，就是有专汉啊，是讲白话字，还是讲有教育部台语嘛，但是即摆就是我较接应的是汉语，就是会甲罗马字甲汉字斗咧写呢。这可能因为我毋知影讲，对，我个这紧讲过就好，就是讲白话字的部分，就是基本上就是19世纪初的时阵，为教会罗马字发展来嘛。这是迄阵上早的迄阵的报纸嘛，1885年时阵创刊的台湾府城会报教会报。一直到进前有去互人禁过嘛，一直到1991年才佫恢复开始用嘛。即摆有纸本加网络的版本安尼。但是上重要就是，因为讲我即摆较接应的是白话字啦。啥讲迄阵会经白话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寡较早以前的文献，咱若是找着，其实拢是用白话字咧写，所以我较接应的是白话字甲汉语。这就是以前的一寡数学的教科册嘛，就是你会使看到讲，以前咧教咱讲安怎做加法，还是讲做咧算利息的时阵，是安怎算？这是其实伫以前的册内底拢有介绍着。所以若是讲教育部的部分，就是伊甲白话字的部分有啥物无共，其实主要差别就是伫有几个字无共，所以写起来说差一点点差不多10%左右无共安尼。这若是这部分可能大部分人拢较知，若是无了解的人，则佫私底下来问我安尼。好，安尼咱主要今仔要讲的是火星的部分嘛，所以就是讲，咱知影讲，其实伫天顶，咱有当时会看到一粒较红的天星，这其实譬如讲这8度内底，咱会使看到，就是伫面顶
一粒嘛吼，伊其实比金星搁较暗，大部分时间嘛比木星搁较暗。伫古早就是罗马神话内底，伊叫做 Mars 嘛，是践行的艺术。若是伫希腊神话内底，伊有一个名叫 Ares。其实这两拢是同款，拢是践行的艺术。若伫古早时代中国，伊会甲叫做银杏。银的艺术就是讲，迄是蜡烛的光，还是讲光明，还是讲火艺术。迄就是感觉艺术，感觉摇艺安尼。所以讲是安怎迄阵也甲即粒星叫做银杏艺术，就是讲迄当阵的光度甲位置，其实因为看到即粒星，伊的光度甲位置定定变来变去，所以讲毋知影讲伊到底是虾米款的一粒星，所以甲叫做银杏。伫迄阵，有一就是定定来用伊来，做一寡，就是用伊来，有当时就是有可能咱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银杏修心嘛。这意思就是讲，这个火星伊迄阵伊会停伫心宿，心宿就是天蝎座的迄个位置。若讲这粒星若是停伫遐的时阵，就表示讲，大凶。所以迄当若是拄着即款现象，定定就会想讲可能皇帝驾崩，也是讲宰相会落台。但是其实咱若是去看以前的一寡历史来看，就是看若是银杏修心发生的时阵，是毋是真正讲有皇帝驾崩，还是讲宰相落台？其实无一定啦。但是有一寡是真的，但是有一寡其实毋是真的，就是可能迄当阵的迄当阵的人想要甲即个物件甲皇帝的代志夹做伙，所以因就会去讲即件代，但其实即件无一定是，就是讲真正若是火星留伫心宿的即个所在的时阵，其实无一定会发生啥物代志，这拢是后来的人去想要讲要甲牵一寡关系才讲出来的话安尼。好，这拢是以前就是较早古早时代人，若是大家对伊无啥了解的时阵，都会用一寡想象来讲故事嘛。但是了后，就是望远镜出现了后，大家都会开始想要对伊有较侪了解嘛。所以这望远镜出现差不多是伫17世纪初的时阵开始，所以迄阵就开始讲要来了解讲到底火星伊是生做啥款嘛。所以迄阵，你看这一粒火星，这差不多是若是用15公分的望远镜来看的时阵，其实你看到就是敢若安尼尔。你其实无法度对有较详细的了解。所以伫较古早时代的时阵，譬如讲这嘛17世纪初的时阵，你看到可能就是安尼。所以迄当阵的人都甲火星画落来讲，伊看起来应该是安尼。后来就开始想讲，这面顶有一寡有诶无诶，到底是毋是河川？所以迄阵的人就开始联想，就想讲这可能是有一条河川，就开始画图。所以一直到差不多1914年进前，大家拢想讲火星面顶有足侪河川运河安尼。但是了后就是差不多一直到你看这1960年代的时阵开始，就是有较好的因为即阵就是1960年代差不多开始有一寡火星的任务，就是有太空船要开始想要飞去火星，所以了后就有就是一寡较好的望远镜，为地球的望远镜来观察咱的火星，所以对有较侪了解，就了解讲其实这面顶并毋是有河川。这就是愈来愈近代的一寡火星的影像，所以你会通看这是2002年的时阵，会使看到这就是太空船去翕的。头前这也是用望远镜翕的安尼。所以这个太阳系就是若是咱知影讲火星伊其实是伫太阳内底第4粒嘛，伫遮嘛吼，就是地球是第3粒，火星是第4粒。太阳的内底主要就是有一寡是叫做
对地行星嘛。啊，过来就是像木星也是土星，这就是类木行星嘛。啊，天王星甲海王星这款叫做丙谷行星。哦，啊，这8粒主要就是咱讲的太阳系内底的8大行星。啊，另外就是还有一寡可能以前咱有学过，就是冥王星。啊，这是吉星星，这是较新找到。这款较细粒的这款，阮叫做 A 行星。哦，A 行星可能有一寡人对这个较无了解，因为这是较新的定义啦。就是啥物叫做 A 行星，嘛使叫做准行星嘛。啊，这是若是讲咱想要了解啥物叫做 A 行星，咱爱先知影讲行星的定义是啥。所以若是按照国际天文联合会来看吼，行星的定义就是讲，伊是一粒直接细行星咧行的天体，啊，伊是球形的，而且伊会甲伊轨道附近的小天体扫清去，意思就是讲，伊附近无甲伊差不多大的行星，啊，所以讲这就是行星的定义。啊，若是讲咱为1991年迄阵公布的 A 行星的定义，这是新的啦吼。所以这就是讲头前这两款拢是同款的，但上主要的差别就是讲，伊无法度甲伊轨道附近的小天体扫进去，就是讲伊附近可能还有甲伊差不多大的小天体。哦，所以讲太阳系内底较有名的 A 行星，就是譬如讲拄则讲到冥王星，因为这粒差不多是2000公里遐尼大嘛。哦，这粒其实伊的大小就是甲差不多美国是遮尼大嘛，所以冥王星差不多就是遮尼大，甲伊无差足多安尼。啊，就是太阳系内底有其实拢有几啊粒，拢是差不多这款的这款大小的小天体，咱甲因叫做是 A 行星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较新的定义。哦啊，搁煞咱搁再转来讲火星的部分。就是咱知影讲，伊是太阳内底第四粒啊，伊是第2细粒的，上细粒是水星嘛，啊，火星是第2细粒的安尼，哦，啊，伊的直径差不多是敢若地球的一半，啊，伊是月球的2倍，啊，伊的质量是敢若地球的1/9，啊，是月球的9倍，哦，啊，伊表面的重力敢若地球的40%尔，啊，火星行一年差不多是地球行2年的时间。啊，咱知影讲，咱即马所知影的火星伊有2粒的卫星嘛，火卫伊叫做 Phobos， 啊，第2粒叫 Deimos， 啊，这2粒拢差不多拢足细啦，第1粒这 Phobos 敢若11公里，就是伊离火星的距离敢若。伊的大小差不多11公里，啊，伊离火星的距离差不多是9000公里遐尼远。啊，另外一粒搁较细，搁较远。啊，因这2粒的名都是按照践行 Aries 的后生的名来号的。哦，所以火星咱知影都是有2粒的卫星。啊，但是为太空船出现了，因为太空船差不多是，就是去火星的。就是为太空船出现了后，开始有一寡火星的任务嘛。啊，这个任务差不多是为1960年代的时阵开始发展，所以了后就是咱人类想要对火星有较侪了解，所以就一直送足侪火箭到，一直送足侪太空船到火星。所以这是历史上其实有足侪摆啊，但是有足侪拢是失败的，一半以上拢是失败的。啊，这是有甲几摆较有名的甲写出来，因为其实比这个实际上有的比这个较侪啦。你看1960年代的时阵，就差不多12代飞去嘛，啊，1070年代的时阵11代嘛，所以一直到今年去年开始，佫飞3代过去，啊，今仔伊拢已经到。所以咱等下小可来介绍，就是讲遮个火星任务内底有啥物款较有趣味的代志。啊，第一摆
其实咱人类第一摆要去火星的太空船，是伫1060年的时阵发射，这是第一代是苏联要飞去火星嘛，但是迄阵是失败嘛，迄阵就是第三节的火箭故障，所以迄阵任务就失败啊，所以第一代其实是无成功的。啊，若到第一摆有成功的火星任务，其实是美国送去的。迄阵这台叫做水手4号，这台是这台嘛是1060年代的时阵发射。啊，到迄阵伊是成功飞过火星，因为咱过来看这张，就是咱小可来看者，就是讲，差不多1960年代的时阵，苏联甲美国拢送足侪台要去火星嘛。但是苏联其实一直拢是失败，第一个成功是美国。伊迄阵第一摆飞过去的意思是讲，伊毋是停伫火星，因为咱要先送一台太空船过去的时阵，第一摆咱可能无法度直接就停伫遐嘛，所以第一摆就要先看讲咱是毋是有法度飞到遐嘛。所以迄阵第一摆迄阵的任务就是我先有法度飞过去火星。所以迄阵第一摆飞过去的是一台水手4号，啊了后就是美国搁送，就是其实因就是一直有咧计划讲要送太空船过去。啊，第一摆成功射，就第一摆是飞过去嘛，啊第二摆成功是伊会使射火星咧行。啊，搁刷下来就是咱爱定律嘛，就是爱停伫火星面顶。迄阵苏联有想要，苏联是第一个想要甲想要停伫火星面顶，但是迄阵是失败的。啊，第一摆成功的是美国，所以美国是差不多是伫1975年的时阵第一摆定律成功。啊，定律成功了，就是伊会使停伫火星面顶，啊，就可能就会开始做一寡探测的计划。啊，过来，但是你毋是干那停伫遐嘛，因为搁刷来，咱可能想要讲去看讲火星面顶别个所在是毋是有一寡物件咱有兴趣，所以一直到1996年的时阵，美国第一台探测车才开始运作成功。这意思是讲，迄探测车就是你有法度伫火星面顶行来行去，你会使看要做一寡实验，还是讲要收集标本安尼。所以一直到1990年的时阵，美国才第一摆成功安尼。啊，搁刷就是譬如讲日本，因嘛有想要去嘛，但是失败。啊，欧洲第一摆发射成功，差不多是一直到2003年的时阵才成功嘛。啊，中国嘛有想要去，中国真正是失败。啊，第一摆失败，啊，搁刷印度迄阵伊是敢若射火星咧行，伊无登陆火星。啊，一直到旧年有3台，即个等下会讲较侪啦。就是美国因是第一摆有，咱即马伫火星有看到直升机咧飞，这是美国做的，这是咱人类历史上第一摆成功。有直升机伫白粒行星咧飞。OK， 啊，今年就是阁有阿联嘛飞去哩啊，阁中国就是有成功。OK， 所以拄则咧讲，就是讲这第一摆去的都是苏联嘛，但是第一摆因是失败。啊，第一摆成功的就是拄则讲，就是这是美国发射的水手4号。啊，迄阵有送一寡相片，迄阵第一张的火星的相片送登来地球，就是你看有这迄阵看到的火星，就是安尼。好，啊，迄阵的报纸就是有开始报道讲啊，咱火星4号已经伫火星啊，安尼。好，一直到1969年的时阵，迄阵开始第一摆送2台过去，因为以前拢是上开始是送1台嘛，但了后伊就开始就一遍就会送2台去，啊，这2台就停伫无共的所在，一个是停伫这无停啦，这就是飞过去尔，一个是飞过火星的赤道，
啊，另外一台是为南极飞过去，所以伊飞过去的时阵会使翕一寡相片。啊，这嘛是迄当阵的报纸，就是你会使看到讲，伊嘛咧讲啊，即个水手6号的相片，你会使看到火星的极光。啊，苏联第一摆，因为一直失败嘛，伊头前嘛送足侪台的太空船想要去火星，但是一直都失败。啊，第一摆成功，应该讲第一摆有，伊其实虽然我才讲第一摆成功的任务，但是伊其实嘛毋是完全的成功，因为伊送去的时阵，伊送太空船去火星的时阵，就是因为有当时咱有需要讲，上开始可能是飞过去，啊，这个就是伊想要登陆伫面顶，所以伊有一粒是轨道卫星，所以伊轨道卫星就是你会坐火星的轨道。啊，这个时阵伊会阁送另外一个登陆船到火星面顶。啊，若是讲，伊这就是敢若轨道卫星有成功尔，但是伊要送登陆船到火星表面的时阵，这是失败。因为迄阵因为登陆失败嘛，所以伊有想要送迄个探测车去嘛，煞歹去。啊，另外一台就是伊送2个同款的去啦，就是火星2号甲3号。啊，即个第3号嘛是同款，就是伊的卫星轨道是有成功啊，但是伊煞失联啦，伊登陆船登陆了后煞失联，所以伊嘛无法度甲探测车放落。所以这我讲伊是有成功，但是伊敢若成功一半尔。啊，这就是迄当阵，苏联因咧讲因火星的任务有成功的一个刊物。啊，真正就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有成功，登陆，就是成功坐火星的任务是水手9号嘛，这是美国发射。啊，这是因超是1971年的时阵发射。啊，到火星的时阵，其实迄阵的大气层开始有土沙风暴，就是伊气候就开始变足歹，所以伊就造成讲后个月才要到火星的苏联太空船才失败安尼，所以这就变做讲这是咱认为是史上第一摆成功坐火星的任务安尼。啊，这主要任务就是讲伊想要翕火星表面的相片，啊，过来就是要翕伊的卫星，啊，想要研究讲火星的大气内底有啥物件。啊，落尾就是有翕到足侪陨石坑，啊，个四个火山、河床啊。山谷，啊，佮一寡侵蚀作用，甲沉积作用安尼，所以讲，迄阵因为因翕到足侪山谷，所以迄阵伫火星内底因翕到上大的山谷，叫水手谷，都是因为水手9号甲号名。那会使看即张图，即张图是火星的全图。所以你看到较蓝色这边是较低，啊，面顶这红色、感觉色这是较悬的所在，这是南半球，啊，北边这是北半球，所以这个水手谷是伫这个所在，这就是用水手9号的名较好的。啊，你阁会使看到遮有山嘛，这足悬的山，等下再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哦，啊，这就是水手9号迄阵。要坐火星的时阵的一个步骤嘛，所以每一摆火星若登陆有火星的任务的时阵，其实迄阵的步骤拢会去介绍一下。面顶这张图就是咧讲这个太空船要安怎会使成功坐火星。好，啊，过来就是第一摆登陆成功，这是美国发射的太空船叫做海贼1号 Viking。
所以即台火箭送去，伊发射时阵是1975年迄阵去的。啊，迄阵嘛是共款送2台 Viking 1甲 Viking One 甲 Viking Two， 就是海贼1号甲海贼2号。啊，因的任务就是主要是要去了解讲火星表面的土壤，啊，收集一寡标本，啊，分析伊的大气资料，啊，甲找火星的生命。所以迄阵你看到这相片，就是这是迄阵登陆了后第一张海贼1号登陆了后第一张相片，啊，这是海贼2号登陆了后第一张的彩色相片，你会看到就是火星表面的状况。所以这是第一摆伫火星表面直接会使翕到相片，佮找到标本的一家的任务。好，啊，这就是迄当阵报纸，啊，佮有迄阵嘛有出邮票嘛，就是Viking Mission to Mars， 所以你使看迄阵的报纸嘛是报较足大。所以咱就是讲，因为其实咱想要去火星，想讲大家对火星这个所在有遮尔有兴趣，就是主要就是讲，因为火星伊是一个甲伊的环境。伊的大小甲地球，无差伤多嘛。你若是讲甲太阳系其他的天体来比起来，其实火星的大小甲地球大小是有相共，就是差一点点安尼。啊，过来就是伊可能伊面顶的一寡气候，甲咱的地球的状况嘛足相像，所以讲咱都有兴趣讲到底伫火星面顶是毋是有生物？是毋是有生物嘛？啊，但是你要知影讲有生物，上重要就是讲咱爱知影讲生物的定义是啥物。所以咱要先知影讲 ，OK， 生物可能伊主要有几个咱所知影的定义部分，就是讲伊会吸收能量，啊，伊会排泄，啊，伊会生长，啊，伊对环境有反应，啊，伊会生碳，伊会进化。所以讲，咱若是知影讲生物即款的。行为，安尼咱就会使做一寡实验来测验讲是毋是火星面顶有法度找到即款的现象。所以迄阵海贼1号甲2号伊伫火星的，就做一寡生物的实验嘛，就是迄阵伊有四种实验咧做，啊，主要就是讲伊想要了解讲伊伫火星的土内底是毋是有有机的分子。啊，过来就是要看讲，伊的大气内底是毋是有酸素，还是讲有二酸化碳素，还是讲有阿莫尼亚，还是讲有水素？伊这个大气敢有变化？啊，过来就是做一寡实验，伊想要知影讲，伊的土壤内底是毋是有微生物的代谢？啊，过来看讲是毋是有光合作用的活动？但是迄阵做即寡实验上到尾啊，就是伊发现讲，即个实验的结果无法度证明讲这是有生物化学的反应，所以咱无法度证明讲咱有找到火星的生物。啊，佫刷落来就是拄则头前讲的，就是咱做即个实验，其实也无法度找到嘛。啊，佫刷来就是咱开始，第一台运作成功的探测车，即台叫做火星的特恒驾号，这是美国发射的。啊，迄阵，就是第一台伫面顶在行的，叫做李基号。啊，即台迄阵主要就是要翕相，啊，甲分析一寡研究的成分。啊，咱来看一下，影片。
敢看有。有看到啊？这就是迄当阵，第一台伫登陆火星了后，会使伫火星面顶行的太空船。Parachute should now be deployed. Slowing down rapidly because of parachute deployment. The heat shield should separate in about 3, 2, 1, 0 seconds. The next event is lander separation. That should occur in about 5 seconds. When that occurs, the lander will descend in about 10 seconds down the bridle. Lander separation should have occurred right about now. Spacecraft should have passed the 600 mark. Airbag should be inflated. Rockets should be firing. 做迄当阵送去火星的探测船，伊这像亲像是迄款安全气囊。It's barely visible. It's a very good sign, everybody.就是拄则大家看的，就是这是第一摆有送一台，就是咱成功登陆火星，而且有一台探测车会使伫火星面顶咧行。所以这是差不多1997年的时阵，咱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摆有法度做这件代志。所以迄阵为1960年代开始到1997年，差不多开30外冬的时间，咱才真正成功有法度伫火星面顶咧行。佫刷的就是日本迄阵嘛有想要送，嘛有想要送太空船去火星啊，但迄阵发射是失败，发射是成功啦。但是伊迄阵要去要射火星的时阵，伊无按照计划，所以无法度射火星的轨道咧行。迄阵就想讲要看有法度修理，但是一直拢是失败，所以到即个任务到2003年的时阵就结束。所以讲其实咱会知影讲，就是其实爱射火星，也是讲要降落火星，其实伊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无遐尼简单。所以虽然讲1960年开始，咱就苏联开始就是第一摆要到送太空船到火星了，但是你看到2000到2000年的时阵，其实日本也是无法度成功嘛。佫刷的就是要第一摆送2台探测车到火星，这是伫2003年的时阵，美国有送2台，一台是精神号 Spirit， 另外一台是机会号 Opportunity。这2台是生做同款啦。迄阵送2台去嘛是同款，就是放伫2个无同的所在。咱嘛同款来看一个这2台迄阵送去的影片。
opportunity. You're watching I see. 3 Minute Facts. Purpose of exploration: to document a planet that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Spirit and Opportunity land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red planet in 所以这嘛是 January 共款，伊用甲顶 This 边 is their legacy. 共款的技 Our 术， first rover, Spirit, 甲 roamed the surface of Mars for 探 60测 years, 车送 over 送到 5 火 years 星面 longer 顶。 than the mission was originally expected to run. Over the course of 6 years, this little guy collected over 124,000 images from Mars and traveled nearly 5 miles of the planet's surface before being caught in a sand pit at just an odd enough angle that Spirit could no longer recharge its batteries. Spirit's last communication with Earth was on March 22nd, 2010, before NASA officially declared Spirit's 你 mission 即马 as 看到 complete. 的这拢是， In honor of the little rover that 有 could, 一部分是真正影像，一部分是动画。 all the work completed by Spirit. Spirit's twin rover, Opportunity, continued roaming for much longer, however. Opportunity was also quoted for a 90-day mission, yet exceeded all expectations. 伊即个本来是敢若90天的任务啦，但是实际上，拢用搁较久。 Opportunity sent over 215,000 images of the surface of Mars back to Earth and traveled nearly 30 miles during its lifetime. Midway through 2018, NASA lost communication with Opportunity during a severe sandstorm, reportedly scrambling Opportunity's internal clock, keeping it from knowing when to sleep. 啊，即个上趣味就是讲，即个探测车其实伊有法度侦测讲，伊即马是早起也是暗时。啊，伊若是早起的时阵，伊就开始做工课；啊，到阴暗的时阵，伊就休困。 One final message in the form of a song. After Opportunity didn't respond to Billie Holiday's "I'll Be Seeing You," NASA officially declared its mission as complete. Despite being a robot, the team members were tearful at the loss of their beloved partner. Opportunity's demise took the world by storm and trended across nearly every form of social media as Earthlings bid their farewell. During the week of Opportunity's farewell, NASA held a party in honor of the 你 results 看 of 你即马， Opportunity's 伊即马 journey. 就是伊真神啊嘛， 200,000 所以就开始做工课。 and invaluable research on the surface of the red planet, Opportunity sent its final message to Earth. My battery is low. 啊，这是上尾一 Opportunity and 摆， Spirit may be gone, 你 but 看这， low, and it's 就是这是上尾一届，迄阵伊送伊上尾一摆的信号就转来地球嘛。伊讲我即摆已经电池已经用了，所以我即摆要来休困啊。所以了后，这就是伊上尾一摆送转来信号，啊，过来就是咱就失联啦。 Opportunity and Spirit may be gone, but mankind's exploration of Mars has not ended. One final road. 所以这就是机会好甲就是这是第一摆送2台探测车到火星面顶。哦，安尼咱搁转来看者。啊，搁刷落来就是差不多伫2003年的时阵，美国搁发射一台新的火箭到火星嘛。啊，这台是叫做好奇号 （Curiosity）。啊，伊主要的任务就是当然嘛是爱翕相啦，就是因为你若是有法度到火星，一定是想办法翕火星面顶的一寡状况。啊，伊即摆任务就是想要研究讲火星的大气的甲地质的一寡环境状况安尼，想要了解讲古早时代火星是不是有较适合生物生存的所在？因为咱顶边头前有讲过，就是讲进前有想要找讲火星面顶是毋是有生物，但是迄阵做一寡实验，结果是表示讲啊，看起来敢若是无，即摆看起来敢若是无。所以，就想讲安尼，咱来研究讲以前是毋是有，还是讲这是毋是一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所在？啊，若是讲伊是一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所在，可能咱以后是毋是有法度，人类是毋是有法度到火星来去遐生活？啊，结果就是迄阵伫大气有找着甲烷，这就是因为伫甲烷嘛是一款有生物作用的气体嘛，但是有甲烷无一定表示讲伊有生物，只是讲这有可能，这嘛是一款可能。
啊，过来就是有找到水，所以讲表示讲，这可能这是有可能讲以前有生物的活动，嘛有可能讲这可能是一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所在，但是这拢也无法度正式确定讲这面顶是毋是有生物。因为这台好奇号这台太空船其实因嘛是伫人类史上真重要一摆的登陆。咱来看一下伊的影片。of the red planet. With far greater mobility than the 1997 Mars, Pathfinder, these robotic explorers have trekked for miles 所以这 across 是 the Martian 较 surface, 较 conducting 早 full 进 geology 前，若是 and 要登陆 making 火星，伊会用这款 observations. 就是安全气囊来登陆，互伊伫火星面顶弹嘛。上尾才开始，但是这是较早期的技术，但是了后就是。 Rover driving was always a white knuckle toward the landing site. 但是就是想到讲，好奇号是一台真重要的探测者，就是因为伊登陆火星的时阵，伊用一款较新的技术。这款新的技术就是你看影片就知。所以你面顶有一个拉卡伞啊。 啊，伊到火星表面的时阵，就开始送，伊就开始甲这台探测车降落。伊再用在火箭搁甲，伊有用一个反作用力，甲，互伊会使去抵抗这个重力。 互伊会使较豆豆啊降落。所以差不多到60英尺悬的所在，伊就会甲这台登陆探测车送到火星的表面。 The wheels deploy in preparation for landing. Once the rover is safely on the ground, 所以它都会使直接就是停伫火星的表面，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flies away, leaving Curiosity safe on the surface of Mars.所以这就是 OK， 咱看到这，了就好，搁继续转来看咱的slide。就是所以讲，好奇号上重要，伫历史上上重要的。 一件代志就是伊用新的技术降落伫火星的表面，这就是伫咱逐工一百天文图内底嘛有介绍好奇号的一寡文章嘛。伊就是讲，这篇就是咧讲，伊其实好奇号到即摆还伫火星表面咧运作，伊其实已经超过3000工啊。所以这其中一篇就是讲，伊登陆火星进前。 因为咱即马上名是月历号嘛，即马旧年发射今年登陆的这台是月历号，但是伫进前阁有一台叫好奇号，这是2012年的时阵，伊到迄阵登陆火星嘛吼，
啊，所以迄阵伊有翕一寡全景图，就是甲火星的几啊张相片搭起来。哦，若是有兴趣，大家会使去找这篇来看。好，啊，佫续来就是欧洲第一摆成功火星人物，这是一台小火星表面咧行的轨道卫星。啊，另外伊本来想要送一台探测车去火星表面，但是伊登陆失败啊。哦，啊，伊迄阵嘛是有带足侪仪器。啊，即台伫火星表面咧飞即台轨道卫星，伊会使甲地面上其他的探测车也是登陆器做联络，所以就是讲，即意思就是讲，咱即马有送一寡登陆器，也是讲探测车伫火星表面时阵，因会使甲一寡信号送转来面顶的轨道卫星，啊，即个信号才搁为轨道卫星送转来地球，所以咱才会使伫地球接收到火星的一寡信号。所以即啊小火星咧行遮的轨道卫星，其实嘛是拢足重要。啊，过来就是凤凰号的登陆器，即台Phoenix， 伊即台主要这是2007年时阵发射的啦吼。啊，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研究讲火星极地的环境，来知影讲来找看伊面顶是毋是有适合微生物生存的环境。啊，想要研究讲火星面顶的水，结果就是有找到。伫面顶，因为即届的实验啊，甲探测有找到火星有水甲气候的循环，所以你看，正手边即张，这就是迄阵翕到即个所在，火星表面的相片，啊，有看到讲有一寡较长的所在嘛，啊，有一寡就是，即无共翕的时阵，发现讲伊面顶有一寡冰的成分甲。但是过几工了后，伊佫消失了，所以表示讲，这可能是蒸发器啊。所以表示讲，这面顶应该是有一寡水甲水的循环。好，所以其实凤凰号有翕到足侪，就是伊伊有翕足侪即款甲水有关系的相片，咱上尾再来互大家看几啊张相片。啊，过来这就是印度第一摆成功的火星人物，这是嘛是敢若小火星面顶，小火星咧行的轨道卫星，啊，伊主要目标是分析火星的大气甲地质，啊嘛是共款想要去找看是毋是有交换。所以印度是2013年开始才开始有火星的任务，啊，佫续来啊，过来就是即台嘛是美国送去的，叫洞察号登陆器。即台是固定伫火星表面的。啊，即台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研究火星的内部结构，啊，看是毋是有地动还是地热。啊，过来就是要研究讲温室对火星的影响，因为火星伊的表面的大气层是较薄，所以讲。若是讲有温室落伫火星面顶的时阵，伊其实对火星的影响是较大，因为咱地球的大气层是较高嘛。啊，若较高，其实若是讲有一寡温室要落伫地球面顶的时阵，伊就真大的部分的气候大气层小去嘛。但是伫火星因为大气层足薄，所以伊若落落的时阵，伊可能就较袂气候影响，就是较袂烧了，伊就会落伫火星面顶，所以咱就较有机会来研究即款的主题。好啊，即马要射火星的探测船，抑佫足侪台啦。譬如讲，若是用美国 NASA、印度，你看佫有3台伫面顶，有火星探测卫星。啊，火星探测轨道卫星，啊，甲火星大气甲挥发演化任务几啊台。啊，若是欧洲，伊有一台叫火星特快号。啊，印度拄则嘛有大家看过，就是面顶嘛有一台。啊，过来就是欧洲甲罗西亚
因嘛有合作一台，想要伫火星面顶找看承受微量的气体。阿联希望好有一台，这较等下小可介绍一下。中国嘛有一台，这嘛是今年登陆的。伫火星表面的探测任务有偌济？即马还咧进行的探测任务，就是拄则大家有看过的好奇号嘛？5月2号等下会讲。固定伫火星面顶的动作号拄则有讲介绍过。无人的直升机，这独创号等下会讲。过来就是中国的探测车，叫做祝融号，这个嘛等下小可介绍一下。这就是即马要伫火星面顶的一寡探测任务。过去有一寡已经结束啊，譬如讲太阳者、金星号、机会号，还是凤凰号，这拄则有小可介绍过。今年飞到火星的探测计划主要有3个，有美国、阿联甲中国。美国就是5月2号探测车甲独创号直升机，阿联就是希望号轨道卫星，中国就是天文1号轨道卫星甲祝融号探测车。咱来看一下这3个。中国、美国甲阿联，到火星的3个太空船。这台是5月2号探测车。这是阿联的坐火星的轨道卫星，这个无降落伫火星表面。对，这台主要是要研究火星的大气。这台是中国的。中国这台有要降落伫火星的表面。这是5月2号拄则看过。这是讲5月2号目前是伫火星面顶行上紧的探测车。OK， 所以拄则讲的这3台拢是去年7月时阵发射的，差不多拢是今年2021年差不多2月时阵到火星。差不多因为火星甲地球的距离是
爱看是当时啊，伊一直无共，因为讲，地球是伫较内底嘛，咧西太阳咧行，啊，火星是伫较外口，所以讲有当时，地球是一冬嘛，行一年是一冬嘛吼，啊，但是火星若是行一年是差不多2冬外，所以若是讲因两个距离上近的时阵，咱来送火箭过去，即阵会较省燃料甲时间。所以讲，迄阵是安怎讲？伫旧年的7月发射，是因为即个时间的，因就是即个时间去安尼，咱会用上短的距离，甲上紧的、上少的时间飞到火星嘛。但是基本上，安尼嘛是爱开7个月的时间嘛，所以迄阵发射差不多到今年2月时阵才有法度行到火星。好，这是迄阵月历号登陆火星的一个介绍啦，就是讲伊咧降落的过程，伊上开始这是这个已经就是这降落伫表面的过程上开始就是伊面顶这个落卡伞爱拍开。落卡伞就是降落伞，伊拍开了后，伊这面顶即块继续放爱脱离，过来就是伊有雷达会开始侦测讲地面离伊是偌悬，伊才有法度讲知影去找一个较适合登陆的所在，搁刷来伊面顶即个后壳会脱离，下面即台下降载的火箭就会开始降落。到差不多离地面较近的时阵，伊就会开始用伊讲这叫天空吊车啦，甲月历号探测车放落来地面，放落了后，即个火箭再搁飞去别个所在，因为伊放落了后，伊这就无路用啦，所以即个就凊彩找一个所在，就完成伊的任务安尼。所以这伫逐工一摆题目度内底嘛是有介绍讲，月历号伊是安怎降落伫火星，咱会使来看一个迄阵的介绍。Of throwing us curveballs and surprising us. I mean, until we get the data that says we're on the ground safely, I'm going to be worried that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所以讲，其实你为你要甲探测车放回火星表面的时阵，其实这是敢若7分钟的时间尔。所以讲，伫这7分钟内底有成功还是无成功，咱就是一个真大家拢真紧张啦，看唔知影讲这个是毋是有法度成功。There's a lot counting on this. This is the first leg of our sample return relay race. There's a lot of work on the line. Starting about 10 minutes before atmospheric entry, we get rid of really the spacecraft part of the rover that's been supporting us. We come screaming in to the Martian atmosphere at 12 to 13,000 miles per hour. 所以这就是安怎咱有拄则讲一个继续放嘛，就是因为你要甲探测车送去火星表面的时阵，其实你会经过大气站，经过大气站的时阵，因为迄温度是速度是足紧的，所以讲这个温度嘛足悬，所以讲你需要一个。继续放会使，互内底的零件袂烧去。Perseverance's entry, descent, and landing borrows heavily from that of Curiosity. 所以伊即摆月历号技术拢是按照定点号机号的技术来做的。The science team identified Jezero Crater as basically an ancient lake bed. 所以伊即摆主要任务是降落伫即个叫做 Jezero 的温室坑，想要伫遮研究遮的一寡地质的活动。All you see is danger. How do we go to a site
that we never thought was safe enough to go to before. 但是就是讲，因为其实伫即个温室区内底，你要降落伫倒一个所在，其实这嘛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因为面顶可能有一寡足大量的岩石，啊，你若是降落伫无适当的所在，可能伊就会摔歹去，所以伊必须就是爱有雷达去侦测讲倒一个所在是上适合降落的地点。Having this new technology really allows Perseverance to land in much more challenging terrain than Curiosity or any previous Mars mission could. Amongst the rocks and the craters and the cliffs, these things are hazardous to 因为这个地形是较困难的，就是有一寡山，就是伊这个地形毋是平的嘛，所以你毋是平的，你就爱想办法找一个较适当的所在来降落。 That descent stage takes us all the way down to about 20 meters off the ground. That's when we start the sky crane maneuver. And once the rover has hit the ground, the descent stage will cut loose from the rover and fly away to a safe distance. Surviving that 7 minutes is really just the beginning for Perseverance. Its job, right, being the first leg of sample return, to go look for those signs of past life on Mars. All that can't start until we get Perseverance safely to the ground. And then that's when the real mission begins. 所以这就是迄阵的一个影片。所以因为这是今年的降落伫火星表面的火星的探测计划嘛，所以今年有足侪篇的文章是甲地理学有关系，啊，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来去看。啊，这另外一篇嘛是来看一下。 When people look at it, it looks crazy. That's a very natural thing. Sometimes when we look at it, it looks crazy. It is the result of reasoned engineering thought. But it still looks real. The vehicle has been alive or dead on the surface for at least 7 minutes. Entry, descent, and landing, also known as EDL, is referred to as the 7 minutes of terror, because we've got literally 7 minutes. 伊这就是咧介绍讲，这规个过程是安怎运作的。13,000 miles an hour to zero, in perfect sequence, perfect choreography, perfect timing. 这拄则咱都有介绍过。 If any one thing doesn't work just right, 所以落尾即就是落尾即台就会飞去边仔的所在。 It's game over. We slam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develop so much aerodynamic drag. Our heat shield, it heats up and it glows like the surface of the sun. 1,600 degrees. 伊的温度会到1600度遐尼高。 through the atmosphere, but also we are guiding it like an airplane to be able to land in a very narrow constrained space.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re facing and one that we had never attempted on Mars. Mars is actually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because it has just enough atmosphere that you have 因为伊的火星的大气层是敢若地球的1/1尔，所以伊无法度甲地球共款，就是
伫地球表面，你的落卡送可能伊的作用是较有效，但是伫火星表面，因为伊的大气层伤薄，所以讲即个落卡送伊的作用就毋是真好。啊，所以讲伊才会需要讲，伊即马放一个落卡送了后，伊需要搁另外一个动力，会使去抵抗，伊的重力。It's like a big lens cap blocking our view of the ground to the radar. The radar has to take just the right altitude and velocity measurements at just the right time, or the rest of the landing sequence won't work. This big, huge parachute that we've got, it'll only slow us down to about 200 miles an hour. And that's not slow enough to land. 所以讲，伊即摆咧讲的就是讲，因为即个落卡送的作用毋是真好，所以伊的速度要落落，要降落火星表面也是伤紧。So the first thing we do is make this really radical divert. 所以伊得需要另外一个动力来抵抗即个重力的影响。Getting the rover moving straight up and down so it can look at the surface with its radar and see where we're going to land. And we head straight down. 即摆这就是用雷达咧找适合放落的所在。A 6-kilometer high mountain. We can't get those rocket engines too close to the ground because if we were to descend propulsively with our engines all the way to the ground, we would essentially create this massive dust cloud. That dust cloud could then go and land on the rover. It could damage mechanisms and it could damage instruments. So the way we solve that problem is by using the sky crane maneuver. 20 meters above the surface, we have to lower the rover below us on a tether that's 21 feet long and then gently deposit on its wheels on the surface. As the rover touches down and is now on the ground, the descent stage is i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rover. You must cut the bridle immediately and fly the descent stage to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rover. OK， 所以这张是迄阵计日号降落伫火星表面的时阵，你会使看到的一张影像，就是拄则有介绍过，这是后壳，所以后壳的部分都落伫遮，啊，下降十个火箭伊就落伫遮，啊，这台是计日号探测车，啊，拄则讲的就是都有继续帮伊是落伫另外一张，所以你会使看到就是，其实因每一个部分都是无落伫无共的所在，啊，这是无共的温室坑安尼。这嘛内底咱嘛有一篇文章咧介绍讲月日号降落的地点。若是有兴趣，大家嘛会使家己去看卖咧安尼。过来就是月日号这台探测车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伊搁加一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叫做独创号 Ingenuity。这台你看就是伊其实足细台啦，就是敢安尼啦。月日号是面顶这台嘛，月日号的大小差不多是一台车的，甲一台车差不多平大。这是直升机，就是敢安尼尔。这台就是因为独创号这台是毋是？伊是就是月日号到停伫火星表面了后，第39天伊才开始要运作。所以迄阵这篇文章就是咧介绍讲，这个直升机迄阵暂时停伫月日号探测车北斗的骹的时阵翕的。这阵嘛是敢若踩伫遐，那伊也无要飞啦。一直到伊到当时要飞咧，咱会使来看另外一篇影片。
即台就是独创好的直升机。飞起来。这是伊第一摆飞，第一摆飞就是敢若飞起来，啊，搁停落，安尼尔。所以这是咱人类历史上第一摆有直升机伫地球以外行星咧飞，这是今年的代志，今年才发生这件代志。所以讲，今年上重要的一件代志，火星任务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咱人类史上第一摆有直升机伫地球以外行星咧飞。所以嘛有足侪文章是甲这有关的，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去看卖。计日号伫火星是要创啥？伊主要几个任务嘛。第一个就是要研究讲火星是毋是适合生物的生存。其实这一直是逐摆的火星任务想要知影的代志，所以每一摆的任务拢有，就是拢想要去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找讲火星是毋是，譬如讲过去，还是讲即马，还是讲未来，有生物生存的可能。过来就是想要，因为大型的生物可能咱较无遐尼简单找着嘛。你讲想要伫火星找着火星人，这可能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但是咱可能会使为微生物开始找，所以这嘛是一个咱想要知影的代志。过来就是收集火星的岩石甲土壤的标本。过来就是有一寡未来咱想要做的任务，所以会使做一寡准备。过来就是计日号即代甲过去咱的火星任务上无共的部分，就是拄则讲过，就是有直升机嘛。过来就是伊即摆收集一寡标本是未来会送转来地球，所以在过去可能咱无法度安尼做，但是即摆咱就是想讲要即摆目标就是讲要做到即件代志，就是意思就是讲以后咱可能会搁送另外一台火箭到火星。到迄阵则甲计日号收集的一寡标本来送转来地球做分析。即台就是计日号图啦，面顶你看到就是这咧介绍讲面顶有几啊台的卡梅拉，所以有头前才有一台嘛，几啊台啦，就是无共台的卡梅拉，主要就是咧看讲伊是，譬如讲你。因为即台伊需要家己去判断讲，伊是怎讲刷来是要安怎行嘛？你是要譬如讲头前是毋是有石头，还是讲头前有石坑？安尼你要安怎行，就是伊必须爱电脑家己去决定嘛。所以你其实需要做一台卡梅拉，搁有诶是为着讲要找是毋是有减少，还是讲一寡因想要找。一寡任务需要的卡梅拉，所以伊其实伊拢总有超过23台啦。若是为着工程研究需要的，差不多有9台。为着科学研究的有7台。除了卡梅拉了，就是伊内底阁有几个仪器。上重要就是即台叫做 MAXI。MAXI 是啥物？就是伊是 Mars Oxygen Insular Resources Utilization Experiment。伊主要就是讲，即台主要目的就是要做一寡研究，是要研究就是讲，是毋是有法度甲二酸化碳素转做酸素，就是甲 CO2 转做 O2 的意思。所以伊即马就是伫面顶即台在做一寡实验，看是毋是有法度做即件代志。因为伊若是有法度做即件代志，安尼
表示讲以后，咱人类若是要到火星的时阵，咱有法度咱就有法度有生素会使，生素就是氧气啦，就是咱就人类才有法度伫面顶生存嘛。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实验。佫煞的就是这是阿联，同款去年发射今年登陆的火星任务，因是这台是敢若伫火星面，就是细火星咧行尔，这台无登陆火星表面。咱来看一个影片来介绍。Writing's not that easy, but Grammarly can help. This sentence is grammatically. Mars is a mysterious planet that has always fascinated people on Earth. We still have plenty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For instance, we know there is water on Mars, but only in the form of ice and vapor. 所以因想要研究火星的大气，佫就是研究讲伊的大气内底是毋是有水。 Blocks of water are being lost into space. We also know that Mars has some exotic weather, like massive dust storms, similar to those on Earth, which are more brief and localized. On Mars, the dust 而且就是因为火星面顶有伊的沙土足够的，所以伊的大气的成分会甲咱地球的大气小可无共。 This is the first holistic study of the Martian climate and how the layers of its atmosphere fit together. We will model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ll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Martian climate, including all the temperatures, winds, 所以想要了解讲伊大气的温度、 Will use the data 风 we sent by 速 the probe to build a complete dynamic picture of the Martian climate. 还有一 This 寡 is 成 something 分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Our data will giv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mmunity a deeper and ric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tian atmosphere. First, this will help us to model Earth's atmosphere and how it will evolve with time over millions of years. Second, it will allow us to analyze newly discovered planets far across the galaxy to be able to determine if there is life on it. We will share the data freely with more than 200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而且就是因即届的任务，因会甲因摕到的资料分享互 The UAE's 50th anniversary. Earth and 分 Mars 享互 align 足 their orbits 因讲 once 因 every 家 2己 years. 阿联 So we have a 相 very 关 short 差不多 launch 2000 外 window 间 in 的大 July 学。 2020. We have to be ready by then. There will be no second chance. It's a race against time. The spacecraft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nose cone of a rocket. The rocket must exceed 40,000 kilometers per hour to break out of Earth's gravity. The Senate boosters and rocket stages will fire up and fall away in turn. It will fire its thrusters and accelerate to 100,00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n the spacecraft will separate from the launcher. It will unfold the solar panels and point the spacecraft toward the sun to charge the batteries. The journey across the solar system will take around 7 months. As it travels, the spacecraft needs to figure out its location. There is no GPS in deep space. So the spacecraft will use star trackers to navigate using patterns of constellations. This is similar to the way our ancestors used the stars to find 就 their 伊 way 讲， in 就 the 是 desert 因 and 为 at 你 sea. 的太空船伫太空咧行嘅时阵，其实是无 GPS 嘛。 When the 所以 spacecraft 你 gets 要用 close 啥 to 物 Mars, 方 it 式 will 来 use its 找路， thrusters 就 as 是你爱 brakes. 看天顶 It'll 的 need 天 to 气。 slow down to 14,000 kilometers per hour to enter orbit. This will be a tense time at mission control in the UAE. The thrusters must fire for 30 minutes at precisely the right time. If anything goes wrong, the spacecraft will pass Mars and the mission will fail.
But we can't control the spacecraft in real time from Earth. When it's so far away, signals can take more than 14 minutes to arrive. Its brain will be sophisticated enough to make its own decisions. Look back in history. The Middle East was once a powerhouse for innovation and science. Muslim civilizations were once pioneers in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This will be the first ever Arab-Islamic mission to another planet. The Emirates Mars mission will have a major impact and a legacy here in the UAE. That's because of the approach that we took to planning and building this mission. The easy way to do it would have been to go and buy technologies and expertise from big space agencies and companies. We decided to do it ourselves, to build it ourselves, and to learn with our partners along the way. This mission is managed by a 100% Emirati team. Emirati 所以即 universities 摆 and 的 research 进步，伊 institutions 完全 will 拢 work 是 on 因 the 家己 science. 动力 That way 完 we get to 成。 build the knowledge and keep the skills. This mission will be the catalyst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Arab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t will be an anchor project for the space and science sector here in the UAE. That's one reason I'm so proud and excited to be part of the mission as an Emirati and as an Arab. It's very symbolic for an Arab and Muslim country to launch an interplanetary mission. We have taken a step beyond just looking at the skies. We are going there. I think it will change the way young people look at their region. It will help us think positively and see hope and opportunity. If a small young Arab nation is able to reach Mars, truly anything is possible. OK，所以这就是阿玲第一摆的火星任务的部分。啊，搁刷来就是中国嘛，伫去年发射因的探测船，这是因第一摆成功嘛，因之前嘛发射过，但迄阵失败，这第二摆发射，但即摆是成功的。这台叫做天文1号。啊，因本来伊嘛是送一台探测车叫祝融号。啊，迄阵嘛是按算讲要做差不多90天，但即摆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即台就是中国第一摆成功登陆火星的探测车，叫祝融号。啊，这登陆，因登陆的地点，即台嘛有一篇文章咧介绍天文1号的探测车。啊，这是即马目前你看到的，历史上到即马为止，就是拢总有遮侪台的火星探测计划伫火星面顶。所以这是祝融号嘛，即台啊，毅力号，这是好奇号，啊，机会号、金星号，就是你看到的，这拄则有足侪台拢有介绍过。啊，火星任务。甲登陆器，啊，佮有探测车，到目前为止，就是有几台较有名，就是拄则讲过海贼号嘛吼，啊，拓荒者，但是到金星号嘛吼，啊，机会号，到即摆也有咧运作的，就是好奇号探测车，啊，洞察号登陆器，佮有毅力号探测车、独创号直升机，佮天文1号登陆器，佮祝融号探测车。这是到目前为止也有咧运作的，啊，这有的就是已经结束了。啊，拄则咱看到的遮侪台，探测车嘛吼，有的主要就是机会号、好奇号、金星号、飞机号，这几台是火星，啊，佮有的卫星嘛，譬如讲阿波罗，这都是伫月球的，这咱。即摆无要讲嘛，即摆是主要讲火星，所以目前为止就是机会号行上远，啊，行上底的是飞机号，这台就是第一台到火星的探测车。啊，咱来看，看一下影片。
Although most eyes were focused on the moon landing in the 60s, 这是介绍登陆火星的主要几个探测车。 NASA began sending orbiters like Mariner and Viking to gather close-up images and data. Years later, the first Mars exploration rover was launched. On July 4th, 1997, 就拄则讲，就是30年了后，为火星任务开始30年了后，咱才有法度第一摆登陆火星。 six-wheeled rover, only designed to last a week, would end up spending 83 days capturing 550 pictures and taking atmospheric measurements from the planet's surface. In 2004, twin rovers Spirit and 到2004年的时阵，才送2台去哩。 These rovers were about the size of a golf cart, weighing 400 pounds each, and had the same mission: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Mars and see if liquid water ever existed there. Spirit stopped communicating in 2010, but Opportunity lived well beyond expectations until it stalled in a dust storm 14 years later. Liftoff of the Atlas V with Curiosity. In 2012, 后来就是好奇号。 larger and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rover. It's about the size of a Mini Cooper, weighs 2,000 pounds, and is equipped with 17 cameras and lab-like tools and instruments. Curiosity is still active today, in search of evidence that Mars is, or ever was, capable of sustaining microbial life. In the summer of 2020, the rover Perseverance joined its predecessors on the Red Planet. Perseverance is similar to Curiosity, but with upgrades like camera zoom capability and a drill for collecting rock and soil samples. The rover will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conduct an oxygen-making experiment. And another first, a helicopter scout named Ingenuity will hit the上重要就是有直升机。 its first test flight in the Mars atmosphere. All paving the way to one day putting humans on Mars. OK， 过来就是咱拄则讲遮侪台的登陆器，也是讲探测车伫火星面顶嘛。但是拄则有讲到，就是咱爱甲一寡信号送倒来地球嘛。这是要安怎送？就是这就主要就是讲，因为毋是讲每一摆去火星的任务内底，拢有留一台轨道卫星伫面顶嘛。因为进前去的任务内底有诶已经伫面顶咧踅，所以讲即寡轨道卫星就会留伫遐继续运作。所以讲，譬如讲即边诶月2号探测车伊送去诶时阵，伊就无搁送一台轨道卫星咧踅啊，伊就敢若送月2号到地面了后，即个月2号伊就会甲进前已经伫火星面顶咧运行诶轨道卫星做联络。所以伊就会使甲即寡信号送去轨道卫星，再轨道卫星再搁甲送转来地球。所以讲，即马面顶，譬如讲，即台是好奇号嘛，这是举一个例啦，就讲，譬如讲好奇号，伊就会甲面顶有，譬如讲3台，拄则有讲到，就是有3个，美国有3个，伫火星表面咧咧踅诶轨道卫星，所以伊会使甲这信号送去面顶。因这3台轨道卫星再甲信号送转来地球。伫 NASA 有一个叫做 Deep Space Network， 所以讲因甲信号送转来地球，咱会使接收因的信号了后，因才开始就是因为其实地球面顶我拄仔讲的即个 Deep Space Network， 伊其实是地球伫3个所在拢有，因为你地球会自转嘛，所以你咧自转的时阵，你就迄阵你若讲你敢若伫共一个所，若讲你敢若伫共一个所在，你就无法度接收信号。所以讲，伊拢总都有3个地点，就是伫美国、西班牙甲澳洲。所以讲，你地球咧踅的时阵，伊不管是踅到当时，伊拢有法度接收为火星内的信号。对，所以讲，咱拄则介绍遮尔侪火星任务，互咱有法度了解，就是对火星有搁较侪了解嘛。所以讲，咱即马知影讲火
火星的大气层主要的成分内底，就是有95%是生化炭素，CO2，还是讲还有来就是超3%的质素，还是讲氮。目前知影就是讲，伊的表面气压差不多敢若地球的0.6%尔。火星的大气层嘛是共款，伊甲地球有共款嘛是有分做低层大气、中层大气、高层大气。所以讲上低层伊是较温暖，若中层大气伊速度就足紧，伊个一寡气流的速度就足紧。若高层大气伊就是太阳高温的一气层，所以这甲地球足有相共安尼。过来就是火星的云真薄，面顶有水冰还是干冰，你若是掺一寡沙土，伊就可能就变做黄色。这是目前咱知影，就是咱遮对于火星的一寡了解，拢是为一寡火星任务来。过来就是拄则头前讲过，就是讲，其实火星有当时表面会有全球性的风暴，譬如讲，这是伫2001年的时阵，迄阵翕到的火星表面，你阁看到面顶的一寡地形嘛。但是你到2001年9月时阵，迄阵就是发生全球性的土沙风暴，所以迄阵你就无法度看到火星的表面。这是下面这张图是机会号迄阵精神号迄阵伫火星表面翕到的光雷亚风，所以你会使看到这个嘛，伊即摆咧走。这个光雷亚风其实伊的速度甲大小其实是比伫地球的光雷亚风来讲是搁较大，伊差别就是差不多10倍以上的大小，而且伊的速度嘛足紧。伫火星的光雷亚风内底，伊嘛有3升4呐，但是地球可能较袂找到即款的现象。这是火星的地表，所以你就看到有一寡沙石，还是讲有一寡沙轮。伊面顶主要都是氧化铁，所以伊的表面看起来红色，较感觉红色，就是因为有氧化铁的关系。这是伊的地形嘛。就讲你会看到一寡山嘛有山谷，这拄则有介绍过的水手谷嘛。温石坑这个上大。这个面顶即马咱找到就是拄则看到这个伊这是目前是太阳系面顶上悬上大的火山，有偌大咧？这有几张图来做一下比较，就是下面这是夏威夷嘛，夏威夷几啊个岛，所以伊的大小差不多是伊的跨度差不多是遮尔宽。伊差不多是甲波兰的大小差不多，比法国较细一点点嘛。伊的高度，伊面下面这个是圣罗峰嘛，但是这个 Olympus， 这个山叫做 Olympus 伊的高度是2万多，所以是遮尔高。下面这个是Mauna Kea是夏威夷的山，面顶上大岛面顶上悬的山。所以比起来，其实伊是这个火星面顶的这个 Olympus 山，其实是遮尔大。另外这个就是拄则讲过的水手湖谷，太阳系面顶上深上长的山谷，就是这个。伊这个差不多上深的所在，差不多7公里遐尼深。若是甲地球比起来，地球地面上山谷上深的是伫西藏遐，迄差不多有6公里遐尼深，所以这个是比地球搁较深。这个是即马咱伫火星面顶翕到的极光，这就是你会使看到，因为其实这拢是冰啦，恁即马看到拢是冰。这面顶伊有主要是水冰，但是水冰面顶阁有嘛是有干冰，因为干冰的成分就是 CO2 嘛，水冰就是水嘛
所以你会使看到讲，伊其实是无共季节，你会当看到伊干冰的变化是无共，所以表示讲伊应该是有气候的循环嘛。啊，再来就是这就是看讲，咱过去有一寡火星的任务去翕，伫火星表面翕相啊，就是有找到讲，其实有足侪水分嘛，你有看到遮吼。啊，这就是凤凰号拄则有讲过，你有看到讲伊的冰敢若消失去啊，所以表示讲伊这面顶应该是有水的循环。啊，这是另外一个，嘛是同款伫温室气内底找到结冰的水，所以就是表示讲伊即马火星面顶的温度伤低，所以讲咱虽然有找到水，但是因为温度伤低，所以因拢结冰啊。若是讲火星的温度较悬，安尼可能咱就有法度，就是有水就对啦。啊，过来就是，这是伫火星，你若是伫火星内面顶的时阵，你去看咱天色是啥物色，就是你可能看到像安尼红红，因为咱伫地球面顶看到的是蓝色的嘛，对无？但是伫火星面顶看到的天色可能是较反红。啊，这是安怎会安尼？就是主要就是因为讲，因为火星面顶伊的沙土伤侪啊，所以讲，因为伫地球主要咱天色是蓝色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去反射，空气内底的分子，啊，因为咱反射这分子的时阵，因为这分子反射较底部长嘛，所以讲。伊甲蓝色的灯反射出来，咱看到都是蓝色。但是伫火星面顶，因为伊的大气层伤薄，所以讲伫面顶，你若是讲要找到分子是较困难，伊要反射分子就较无效率。所以讲，伊主要是反射面顶的土粉。啊，因为这土粉足高的，所以讲伊这面顶嘛，那土粉内底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铁嘛，伊顶多是吸收钠光，所以讲钠光去互吸收去啊，所以讲伊的。你看到的天色都会看起来较反红，所以这就是你若是伫火星面顶要看，咱若是伫火星面顶，咱看到天色其实是较反红的。啊，这个现象其实咱若是伫瑞士，就是嘛是会当看到，应该是讲有一天啦吼，有一天拄啊好，迄天伫瑞士的时阵，迄天瑞士拄啊好有一个，就是迄天拄啊好。才有一篇文章，就是咧介绍讲，有一天伫瑞士的时阵，拄啊好拄着有足侪的沙土飞过迄个所在，所以讲迄天咱伫瑞士看到的天色嘛是反红，即个现象就是甲咱伫火星面顶看到的现象足共的，所以才有一篇文章就拄啊好咧介绍即个现象。啊，过来就是咱拄则讲的，遮拢是即马过去甲即马咱已经咧进行的火星任务嘛。啊，未来要做就是继续落去，咱想要就是人类想要搁做啥物款的火星任务，就是后一个目标就是想要载人去火星嘛。吼，啊，这个任务就是其实一直是都做这个研究，但是譬如讲拄则有讲过，咱爱想有法度伫火星面顶生存，咱才有法度送人过去嘛。所以讲，即马有一寡实验，就是咧做讲，是毋是有法度甲火星面顶的二酸化碳素转做酸素，安尼咱人才会使使用。安尼过来就是讲，咱是毋是有法度利用火星面顶的水？因为主要就讲有水有酸素，安尼咱人类才有法度伫面顶生存嘛。所以讲，咱即马就是做一寡实验，搁做一寡研究的目的，拢是为着未来，咱有法度甲人送去火星。所以讲，即马有足侪任务一直咧做即款的，就是咱的未来目标，就是想要送人去火星安尼。所以讲，才有几啊个啦，譬如讲，目前就是讲差不多是2030年代的时阵，想要甲人类送去火星。不管是美国啦，还是讲欧洲啦，还是讲中国，拢有即款的计划。啊，上尾就是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去即个
网站算一下，就是你甲你的名拍起哩吼，啊，伊就会甲你送去你时间的关系，可能大家家己去算。主要就是讲，你去遐拍你的名吼，啊，伊就会互你一张合成的相片吼，这会使大家去算。吼啊，安尼差不多主要讲火星的部分就到遮。啊，煞来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有一个网站叫做逐工100天温度嘛吼。啊，即个图的部分就是其实即马差不多有20几个国家拢有咧做翻译。啊，台湾是嘛有中文的，因为讲华语的部分是1990年代的时阵就开始翻啊啦吼。啊，台语的部分是去年对，去年才开始做，对，去年才开始做。啊，目前就是我会先翻啦，啊翻了会搁找人来甲读，啊，所以讲你若是我小可。小可介绍一下。就讲，若是讲，譬如讲，这篇是今仔日的嘛吼，咧介绍土星的，啊，今仔日可能我拄啊还了，可能你就也未找人来读嘛，所以你就也无吼，啊，但是你会使找一寡有声的，这就是已经录过啊，啊，若找这有声的，伊内底。伊都已经录好啊，啊，你就会使直接放来听安尼。逐工100天温度，探索宇宙。逐工会经100万款的影像相片，带你实现这个未来宇宙。有专业天文学者为你解说。就差不多就是网站的部分就是安尼，啊，主要就是我面顶会先写汉语啦，吼，啊下面有白话字，啊，搁教育部的台语的部分，啊，落尾就是英语的完整的版本伫遮，啊，落尾可能会放一寡新词啦，因为可能一寡新词，即马字典可能嘛找无，所以我就用我的理解来翻。啊，过来就是有面册，面册就是拄则讲的，逐工有一篇了，有当时阮都会出特别的节目，所以迄阵就是会找人来找特别来宾，啊，过来就是讲一个主题，譬如讲顶边咱讲的主题就是成团，啊，这就是不一定啦，就是有时间阮就会做，啊，若无时间可能就会拖，譬如讲阮最近。嘛，足久无做，有可能搁几工了，阮可能会出新的啦，所以到时阵再请大家注意安尼。吼啊，这就是阮的 podcast， 所以就是拄则咱看到迄个啊，IG 嘛有，吼 ，IG 就是共款甲咱逐工的文章甲迄个音乐甲配出来。啊，另外就是阮嘛有 Twitter 嘛有嘿。安尼差不多到这，感谢大家。多谢老师精彩的小解吼。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当请教。举手。大家拢接笔数吼，啊，若无我先请教好无？好。老师，你个台语数拢找啥物人甲你斗相共？家己想诶。
因为你妈讲的时候，我有去查，你讲迄个拉卡伞，拉卡伞，迄其实吼，譬如讲我咧翻的时阵，我会先用迄个找台语嘛，因为有一个网站叫找台语，我感觉迄足好用的。啊，就是应该大家拢知啦，我感觉讲找台语吼，嘿，阮知，大家拢知，就我先找，啊，若是有适合的，我就摕来用。但是有当时啊，拢无嘛。啊，我嘛会问阮老爸还是老母看，伊知。譬如讲，我记伊讲，譬如讲拄则讲迄拉卡伞，迄就是我迄阵我敢若找着降落线即个词。是，无错。嘿，所以我迄阵开始的时阵，我就写降落线。但迄阵有人就甲我反映讲，伫面册有人甲我反映讲叫拉卡伞。我就想讲，敢真正安尼讲，我就去问阮老爸。我就问阮老爸讲，降落伞台语要安怎讲？啊，伊就讲拉卡伞。嘿，所以表示讲哦，有人甲我建议的，这真正是安尼讲，所以我就甲改做拉卡伞。对，我感觉这个名足好听呢。嘿，因为我咧问讲，我问阮老爸讲，啊，拉卡伞是啥物意思？伊其实嘛讲袂出来，伊讲迄个日本话啊，日本话就安尼讲。我嘛是安尼用。嘿，因为听起来真正足像日语，但是我拄则用迄个拍台语找吼，你若拉卡，伊确实有即个词，啊，即个伞，咱可能会念线。我咧想啦吼，因为我无确定，但是这是我想的，迄可能是迄个伞就是进伞啊、单伞无进伞迄个伞的意思啦。上尾迄个迄毋是伞啦，迄是伞啦吼。哦，是这伞。伞，嘿，迄第三条，拉卡伞。对，但是我查字是思安，嘛是第三声。SANG 啦。嘿 ，SANG。哦，你查的是有 G 哦，我查的是无呢。我查。所以听起来足像就是日语安尼。啊，所以我分别甲伊查，一个拉卡，啊，一个伞，啊，确实线嘛是有安尼读的。我这名足好诶。我想迄个应该是六啦，6。六卡，我想的，但我无确定。六支卡，我咧想可能是六支卡的意思啦，有六支卡的伞，我毋知因为听我迄阵有问阮老爸，但是我问讲是倒一个音嘛，我听伊讲的音，听起来是伞的音，啊，伊是讲六，嘿，所以我是落落来的，毋知是落落来还是六，我毋知，但是听起来是可能。可能爱问查甫的，若有咧做兵的人，看知影迄个降落伞是毋是拄啊好？迄毋是问查甫啦，迄问日本人啦。像迄个，这蒋老师要讲一个啦吼，伊有我想法，来你讲。歹势啦，我先有入去听啦，啊，毋过咧，因为我的电脑吼，有可能迄个较歹讲啊，我照金华老师的的电脑啊，今日真感谢这个蔡安丽老师讲这足珍贵，我嘛听了真欢喜这事实咱一步一步，就是讲会当甲这个现在这个华语的这个领域，咱一步一步一直会当甲变做台语来讲啊，这天文学这安尼行出一步咧，我感觉真好啊，当然啦，咱可能初期可能还佫有一寡语言了无法度翻译，这无要紧，这咱就开始，就以后就是有机会啊，这内底我是感觉我有一个建议啦即摆开始使用的过这段会开始咧慢慢嘛来开始来，甲这个天文学的部分，即个语数慢慢看，当甲收集做一个书店的呗。这个书店啦因为咱一方面是咱家己在使用会方便，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咱若有一个书店，啊，咱若较拄着有人有兴趣的人呢伊连讲渐渐伊嘛是爱当透过这个书店来甲现有的绑起来。啊，过来咧，就是讲啦，因为这用词真济嘛，还佫再是用华语翻译的嘛，用华语翻译的啊，
所以这将来要会当用一个较有口气的，其实嘛是爱真侪人倒位来讨论，咱使用上看安怎用较方便就是嘛，比如讲有较侪人用的情形下，咱就较有较侪意见。像我讲大家送这个，我感觉这个事真好啊！这日本人留落来的这个事，进前咱台无这个科技嘛，所以日本人有爱因讲这咱就会当甲摕来捡来用，所以咱慢慢在用的过程中，咱会当知影讲，咱要用伊外来语比如讲迄个伊英语叫做 must 咱敢有需要叫做火星啦还是咱要直接甲翻做火星，其实这嘛是咱将来要甲伊翻译的一个方式啦类似安尼礼拜日安尼听咧，我真欢喜多谢。我拄则有一个人咧问讲甲烷的问题，我小可回答一下，就讲因为甲烷伊的组成的成分是 CH4 嘛因为 C 就是碳这个物件，伊其实是一个，就是咱若是要产生有机物的时阵，碳是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因为伊一个碳会使接4个原子，所以伊要形成大型的分子的时阵，碳就是一个足重要的物质。因为譬如讲，你若是 H 嘛 ，H 可能敢若会使接2个嘛但是 C 会使接4个。你若要形成大型的有机分子的时阵 ，C 就是真重要的物件。若甲烷这个物件，因为有一寡生物会使用甲烷来，就是伊会使你，譬如讲咱是需要二酸化碳素，就是咱需要酸素甲，就是 O2 甲 CO2 嘛。咱人需要这2款气体，但是有一寡生物伊是靠 CH4， 就是甲烷咧生存的。你若是伫一寡，譬如讲地球一寡海底火山遐附近，其实你会使找到一寡微生物，伊是靠甲烷咧生存。所以讲，咱若是有法度伫譬如讲火星，也是讲别个所在找到甲烷，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就是讲这表示讲这个所在有机会会有生物。所以讲，拄则有人问讲，啥若甲烷是真重要，这是这个主要原因。过来就是我回答拄则讲的迄个，天文的一寡事啦就是讲我即马分享的这个画面内底，就是你若是逐工一百天文图，你去找边仔有一个所有的标签，遮内底就是即马有我尽量啦，就是比如讲即马有找到有甲写出来你若点入去，可能就会看到讲甲即个有关系的文章是伫倒位因为一寡有真侪物啊，比如讲拄则有讲到，就是毋是火星爱翻做火星啦，即个问题。我的意见啦我是感觉讲，即个物件若是讲咱，因为我咧翻即个物件的时阵，我第一个爱考虑的是天文的部分，再刷来才是台语。因为咱即马咧翻即个物件，必须爱互就是讲袂使干那顾虑，袂使干那想着台语人的想法嘛。因为毕竟即个物件是，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我想要做一个管道，就是互两边的人拢会使共款使用即个资源嘛。所以，譬如讲火星即个名词，已经伫华语内底是足常用的名词的时阵，我就会甲直接摕来用。而且火星毋是干那伫华语内底咧用嘛，伫日本话内底嘛是安尼用的嘛。而且伫韩国话伊嘛是用即2个字咧用啊。所以讲，咱其实无需要讲因为这是用汉字，所以咱就无爱用嘛。所以讲，即个词若是讲伊已经是伫汉字款内底已经固定咧用的词，安尼其实我就感觉讲，咱直接摕来用就是会使。若是讲，若是讲即个词伫华语内底也无啥，毋是一个
就是这个事来讲，也无确定的华语的翻译的时阵，安尼可能我就袂翻嘛。嘿，过来就是讲，譬如讲，我记一个，就譬如讲，这篇文章，譬如讲，伊这夜婆，这我知影讲 ，OK， 因为伊若是讲华语内底可能就翻做蝙蝠嘛，就按我知影讲台语内底有固定的用法的时阵，我就会直接甲台语摕来用。所以伫这款现象，我可能就会改做台语的用法，但是有一寡状况可能就无法度啦，就是我会感觉讲，有一寡名词可能是较专业的，对，譬如讲，我举一个，譬如讲好，仙女座星系，这可能你要讲叫我卖翻，我就感觉讲其实无必要。其实我是感觉讲，伊华语内底翻做仙女座，其实你台语直接摕来用嘛，无啥物问题嘛。所以这款我就感觉讲这会使保留啦。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好，敢有其他有问题？我有问题。我叫阿秋，我就是讲，像讲迄太空，拄仔有讲什么？有诶，甲迄个迄个探测器载到位，然后伊就是毋是就变粪扫？伊粪扫伊是家己会烧掉，还是讲伊就变做伫太空中飞来飞去？佫有一个就是讲，即马真济几啊个国家拢伫迄个火星遐，因到时阵迄地盘毋知要哪分啊？嘿，我诶问题就是。好，就是讲，你讲即款粪扫，若是讲伊即个粪扫，若是伫太空中，迄可能就无法度。其实咱即马有足侪太空粪扫，迄无法度处理。若是譬如讲拄则讲诶热力号，譬如讲伊迄后壳脱离啊，还是讲剩诶部分迄落，迄其实就是落伫遐尔，迄就是火星面顶诶粪扫，就变做安尼尔。若是有烧去诶，就是烧了。所以讲，咱即马是无法度处理粪扫诶部分。过来就是地盘，就是即马诶共识，就是讲，若是做研究，就做科学研究诶目标，这其实就是袂使讲即地我要治就变做我诶，即马是袂使安尼。譬如讲，咱即马伫地球诶南极咧做诶一寡科学研究嘛是安，就是迄个所在袂使有地盘诶观念，迄个所在敢若会使就是大家做伙来做科学诶研究安尼。好，多谢。佫有其他无？我虽然咱时间超过啊吼，会影响到老师袂？我是要紧啦，无要紧吼。安尼，咱直接咱是毋是先拜托大家，咱甲咱诶迄个荧幕开好开，咱做伙先来翕一张相，安尼好无？哦，咱就先甲咱诶即个荧幕先开开，咱做伙来翕一张相。然后咱佫开放一个问题，互人大家来问老师问题，安尼咱今仔日会议就结束。好，佫有还袂开迄个荧幕的呢？镜头开一个好无？留下恁即个水水的面，玉霞，玉霞要开一个无？好，安尼我就先翕一下相吼，大家就看即个镜头，等我考核吼，好啦，1、2、3，好，真欢喜，好，感谢大家，好，刷来吼，老师，我甲咱请教最后一个问题，迄种咱台湾啊，8月份成立迄个，就是由即个吴宗宪教授负责的即个太空中心，伊做主任嘛。即个甲你的即个工作，还是讲你研究够卡吧？你查足济哦。因为我来讲一个概念，就是讲地球面顶，就是大气层内底物件叫做大气嘛吼。大气科学，若是离开即个。就是大气层面顶到咱人类，应该是讲，譬如讲伊个吴教授迄个太空中心，伊应该是主要是地球面顶到迄个卫星这些范围，就是伊会使控制，譬如讲
一寡太空可能是气象还是通信的卫星的范围。这可能是因太空中心主要的研究的范围。啊，搁去哩就是太空天文的部分。一开始讲，若是咱咧讲太空任务啦，就讲即个太空船的任务，伊主要就是讲咱人类科技有法度到的所在，即个范围咱就叫做太空。这甲太空中心的太空个小可无共，因为讲太空任务，搁较远，就是到咱太空船会使到的所在。即个部分可能就甲天文有踏着啦，因为天文就是天文的范围是搁较远，就是讲你太空船无法度到的所在，拢是天文。真正是咱较清楚的即个领域。所以讲应该是讲离开，你会使讲，为火星开始算啦，应该讲离开地球啦吼，咱的部分到咱人无法度到的所在，迄拢是算天文。啊，若是讲人会使摸到的所在，迄就毋是天文的部分啊。安尼讲。是。所以讲，譬如讲太空中心，因即马咧控制即寡通信卫星，也是讲做气象的遮卫星，因就毋是天文的范围，因为这咱人会使碰到。属于你的部分呢，咱一般人的印象应该就属于迄款的天文台迄款嘛吼。天文台对，天文台就是内底有关系。对，天文台，因为天文台内底有望远镜嘛，因为较早以前可能是叫千里镜啦，但是我迄阵嘛有人甲我问讲，你啥无爱用千里镜？我迄阵想，其实嘛有想过即个用法，但是因为我是感觉讲，咱即摆的望远镜其实伊看的范围拢足远的，其实伊不止千里啦，所以我迄阵嘛是想足久的，是感觉讲啊，好啦，无嘛是望远镜摕来用，安尼我就无烦做千里镜。其实这望远镜，咱台语有一个名叫做吊镜嘛，啊，毋过咱迄是传统的即个镜，啊，摕来用即个所在，毋知有合无？因为迄阵就是对，因为迄阵有想过即个问题，因为讲若是讲咱咧看鸟啊迄款有无？迄就较近嘛。我是感觉讲即款，我是感觉即款距离咱会使安尼用，但是因为天文咧用的即款望远镜，伊实在看的距离伤远啊，所以我迄阵想，我会感觉讲吊镜是千里镜，敢若拢伤近，所以我就无用，我就直接用望远镜安尼啦。迄阵嘛是有人甲我问过。对啊，这真正是拢爱激头壳的吼，起码带趣味呢。因为一寡物件就是，譬如讲，我记一个就是有人嘛甲我问讲，太阳应该是日头啊，但是我想要讲太阳，还是讲咱讲月亮讲月亮嘛，是安那我有当时我用月球，迄就是嘛是因为我即马咧想的物件是讲。我毋是，因为咱若讲太日头，也是讲月亮，咱是徛伫地球表面咧想。但是咱若是讲，咱是徛伫，譬如讲咱伫火星啦，火星面顶，你就袂讲日头啊，对无？火星嘛毋是月亮啊，所以咱就袂安尼讲嘛。所以有当时咧翻的时阵，嘛是爱袂使讲徛伫地球表面咧想台语要安怎讲，就是可能我就爱徛伫。太阳系的概念，会来想讲即个事要安怎讲较适当啦，因为迄个范围可能无啥共啦。所以有当时翻的时阵，我找到一个台语词，但是就爱想讲，即个毋知有适合无？有当时有感觉讲，安尼讲敢若怪怪，所以有当时就是爱搁想较适合的用法安尼。足赞吼！有即个概念吼，真正是头一届安尼听到遐尼济安尼。安尼其他人毋知有问题无吼？我问一个好无？我是讲足好奇，因为蔡老师吼，自头到尾讲的台语安尼足平凡，足好听的吼。我是讲你的年岁，甲你安尼，你的台语的动机是安怎来的？搁伫即个遮尔深的学问内底，你照常讲甲做流利啊吼。哇，真正足感动诶！啊是讲你
一开始你对台语的这个动机，敢会使分享一下？动机哦，就是应该是讲，咱即马看到，你讲大家拢想讲要救对无？但是问题就是讲，我即马看到大家讲要救的范围拢是伫咧救文学嘛。但是你若是一个语言，你应该毋是干那伫文学内底尔嘛，对无？应该是每一个领域拢会使用即个语言才对啊。因为而且就是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我若譬如讲，我知影讲有足侪台语足好的老师嘛，我是无法度甲因比啦。因为你要问我，譬如讲一寡台语的俗语啊，还是客家话啊，迄我其实我拢无遐尔了解。所以你讲我的台语有好，我是感觉讲，我的台语其实嘛无真好。但是可能就是讲，甲我会晓的物件用台语讲出来，安尼可能即个我有法度做。所以即个部分我有法度做，我就来试看卖安尼。但是你讲一寡足深的台语，迄我就无法度嘛。我是做我有法度做的代志。总是你的专业啦，你的专业安尼，安就真好啊。提供其他的人听无，毋知要哪讲，是讲新鲜啊！你拄仔讲行青哦，安尼就是伊在行的青，就是迄个概念安尼嘛。对，因为即个迄阵嘛有想过，因为行星因若行即个字，你会使讲行嘛，会使讲行嘛。但是我若是读做行，因为迄阵嘛是有查过字典甲我讲行星嘛。但是问题就是讲恒星伊的恒，嘛是共音嘛。即个时阵你若是两个字拢读共音，安尼大家毋知你咧讲倒一个嘛。所以迄阵我就是想讲，安尼无就是甲行星，我就读做行嘛。这是挑故意的啦，应该是安尼讲嘛。因为若是无甲分开安尼，其实我咧讲的时阵，大家你若无字，大家毋知我到底即马是咧讲倒一个嘛。迄是用行颠倒较下啦，因为行迄是传统上叫做文言音嘛。文言音颠倒去加一站尔啦。颠倒咱用行本来行路就是去行下，我感觉偏要选用行车吼，行是迄个比行星个较好啦吼。好，感谢，多谢你，真欢喜。总是今仔日吼，真正是开一个眼界吼，因为足侪这当中遮个意思，其实我嘛袂晓，不过听老师安尼咧讲，虽然有一寡，比如讲温室、陨石，老师讲温室，讲即个六角山，我拄听到这个名的时候，我足欢喜，安尼袂歹呢吼，总是有一个新学到一项物件，大气站啊，你讲隔离邦。隔热板啊，伊华语叫应该是隔热板吧，我袂记隔热板，但华语，因为伊迄就是伊需要甲因为咱迄个敢是降落的时阵会磨着迄个烧。对，因为你经过大气站的时阵，因为迄速度是足紧的，所以一定迄个摩擦生热嘛，吼，伊会烧起来，所以讲。你为着要保护内底机器的时阵，你外口其实是需要一个物件来隔绝你外口的温度，所以伊迄就是有一块帮伫遐目的，就是因为你咧经过大气站的时阵，你受到的冲击是头前嘛，所以迄块隔热板是伫头前嘛，所以即块烧气无要紧嘛，去互伊烧无要紧，内底的零件有保护着，安尼就会使。即个嘛是歹番啊，因为有一寡物件其实真歹番，我尽量啊啦。有当时我知影，有当时迄华语开嘛足重的，迄我嘛感觉足歹势。但是我的能力就是敢若到遮尔，因为无其他人甲我讨论，所以我就家己想嘛，想着我的程度就是敢若到安尼尔。若是有其他人佫较好的建议互我，安尼我嘛是足感谢嘿。对啊，拄则老师有讲，会当考虑迄种个汉语款啊。你其实我看老师这概念嘛袂歹，但是讲无敢若限制伫台语，你考虑着日语安怎讲啊？我其实有当时我会小可，对，因为有当时我嘛会小可查一下日本话因是安怎用，因为有当时因为日语内底因会用卡达卡纳啦，迄度若是因用卡达卡纳安尼，我都无法度参考嘛。
嘿，啊，若是因嘛用汉字，安尼我汉字，我感觉讲，这会通，有当时我嘛甲摕来用。是啊，是啊，是啊。好，安尼。我想要问一个问题，请讲。就是迄个逐工一百天文图迄 podcast 迄个，迄声音真好听，阿坤啊，伊是专门拢伫练编。伊今仔日无来，但是伊其实是歌手，伊有出唱片，伊有出过唱。是歌手。对，唱歌真好听，但是伊今仔日无来，可能因为今仔上班，所以足侪人无法度来听嘛。伊是啥物团队？伊其实伊是工程师啦，但是伊有唱过，伊有出过几首啊歌。我会记得顶边，伊上有名，伊嘛毋是上有名。伊有一条，伊之前有家基进唱过、写过一条歌，叫做就是单片为迄条主题有无？迄条是伊写的，咱徛出来了。毋是，我袂记啊。伊有写过2条啊，但对，就是迄条，就是伊有家己真写过一条歌，咱徛出来。啊，过来就是伊之前有甲公司有做一个叫做毋知是啥物青春漫画哟？是毋是迄个？公司有做一个专题，内底敢若有10条歌嘛？啊，伊有唱2条的款伫内底。啊，有得互囡仔看诶。伊有唱，我会记得伊有唱2条啦。伊是歌手啦，啊，搁工程师安尼啦，所以讲我大部分拢是伊咧读的嘛，啊，过来就是你看到遐网页技术，拢是伊咧换，就是我若有问题，我可能就会请伊解决的，因为我会做翻译，啊，甲物件文章抛出去嘛，但是迄个网站是伊咧负责的。啊，就是迄种互试读。试读，恁大家要读好啊，阮真欢迎。阮来练好无？会使。阮恁种迄个 free 诶，阮来做练习，安尼你互阮学习。会使，恁若是有兴趣哈，恁就找迄落还袂录诶。袂录诶，嘿，要安怎甲你联络？赶快。你留话就是你会使，因为你会使伫面册留话嘛，安尼我就才就看有。你若讲。线顶的朋友有听到吼，你留话老师会找你哦，练习哦。恁若有兴趣，恁家己，伊会使家己拣啦，就是恁看，因为拄则我有讲，就是小等者。安尼变做一个全面的台语运动嘛，足好呢。其实会使，因为我嘛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就是讲。阿秋你足有兴趣的吼。就是讲啦，我是讲迄个阿坤的声真好听啦。就是譬如讲，我即马。恁看就是，恁凊彩看一篇文章内底，若是还袂录的，就是你无看到 podcast 嘛。啊，即款恁若有兴趣，恁会使来试看觅。啊，若是像这有声的，像这就是已经录过的，这就恁就莫找即款，恁找迄还袂录过。恁若是有兴趣，恁就讲啊，你倒一篇你有兴趣，你想要读，因为每一篇内底其实拢有。下面拢有白话字嘛，还是讲你较熟汉教育的，毋是啦，迄个教育部你嘛，就是看你较看倒一个你较熟，你就看倒一个啦。啊，是讲汉罗，因为当时你敢若看汉字，你毋知讲迄个音要安怎读的时阵，你就参考下面安尼。啊，你若是讲倒一篇你有兴趣，你会使家己拣啊，你拣了你甲我讲，安尼就你会使。家己录，等待看要安怎录啦，再来想看要安怎处理即件代志。因为阮之前有录吼，阮拢家己用手机录啦。因为主要就是讲，因为阮会个搭迄个音乐的部分。我到时阵再来问阿坤看，譬如讲若是其他的人录，安尼咱是要会使安怎来甲迄个音乐的部分甲斗起哩？啊，若创的好势，咱就会使甲谱出来安尼。对，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录的吼，啊，加声音档吼，老师有无？啊，你甲迄种杂志用掉，可以的你甲录取，不可以的，较个找另外的。会使，有这其实阮有咧想即件代志，但是因为技术上咱也毋知要安怎处理。但是若是我都处理，咱是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录安尼。
咱小经吼，哪行哪学，然后大家安尼牵手吼，甲即个箍啊安尼一直箍起来，一直箍起来安尼，当做是一种趣味，是一种艺术嘛，一种好耍安尼吼，就是咱虽然即个议题听起来介硬，毋过老师安尼分享起来吼，感觉足赞的，足轻松的安尼，会当学着一寡新的语词啦，家遐话捡倒，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目前咱安尼来做，就足厉害的。因为即摆大部分拢是阿坤在录较济嘛，若是讲大家有兴趣做伙来录，安尼伊嘛袂遐忝。是，共同分担安尼吼，一人拢一个拿后，大家互相贡献一点啊安尼。而且就是若是有较济无共款的声，我嘛感觉安尼较好啦。较闹热吼。嘿，对。无共少年的，嘿，少年的，我之前无囡仔嘛真好，就是若有法度囡仔来头，我嘛真欢迎。嘿，真诶吼，囡仔啦，老人嘛会使吼。拢会使，嘿。蒋老师，你有听着哦？拢会使，就拢足欢迎，就是因为我嘛希望讲即个声会使较丰富嘛，无共的无共年岁，搁查甫查某的声，嘿，拢做伙来。安尼，我是感觉安尼较趣味啦。而且嘛拄好用声音来呈现讲吼，其实台语有足侪人口，足侪腔口，宜兰人嘛当用宜兰腔来读。对，其实我嘛足想要有无共腔口的人来读。迄个水水软软的宜兰人。因为我家己是南的啦，就是我是漳泉南，因为阮爸爸跟妈妈讲的是无共腔嘛。所以我家己是南做伙，我分袂出来啦。你问我讲，即个音应该是我嘛分袂出来。我是讲，譬如讲，我知影讲，即个音两个拢会使读，但是我可能有当时爱读即个音，有当时爱读另外一个音嘛。我家己嘛无一定，譬如讲，我有当时会讲用即个物件，有当时我会讲用即个物件。对啊，讲火星啊、火星嘛，其实拢会使啊嘛。我是感觉。我敢若拢火气啊，安尼啊。拢对啊，因为对我来讲，迄是共款的物件。但是可能有人，譬如讲爸爸妈妈拢是共一个腔，安尼可能伊就会固定讲一个腔安尼啊。但是我是南做伙啊。咱若有需要安尼，就是有一个通啊靠，有兴趣想要录的人会当联络安尼，看是要甲台劳会联络，还是要甲蔡老师联络。因为我想一定是有人有兴趣想要来斗录音，学知识啦安尼。咱会当伫老师的迄个面你面册留较紧，讲一北天文图安尼较紧，毋免去转手，老师直接看有安尼。安尼真好啊！嘿，你面册留的安尼我都看有啊，所以迄是上紧啦。嘿，无咱嘛会当家己先摕起来，用手机录一解吼，家己先听看会听一个。嘛是。我袂歹较送互老师。嘛是会使，你主要就是讲你找未录的，你家己读看卖咧，嘿。因为下面我拢有写白话字啊，就是讲，但是有当时啊，我可能会写毋对，安尼就较歹势。但是我尽量啦，我尽量会检查啦，有当时啊可能无检查到，可能会写毋对。所以恁读的时阵就是参考，就是迄白话字会使参考，嘿。是。好。安尼，咱时间超过用要半点钟啊吼，咱真正搁再一次甲老师感谢抱声，感谢大家。好，大家到这，咱再会。好，多谢大家，足欢喜，感谢，好，拜拜，感谢，注意安尼。好，多谢，好，多谢老师，多谢，再会，感谢。